成日買美股、科網股，想參與新市場分散風險。近年港股推出沙特阿拉伯相關嘅 ETF， 俾你可以直接投資中東資產。依家香港可買到嘅沙特相關 ETF 大致有兩隻，一隻係2830南方東英沙特阿拉伯 ETF， 主要追蹤富時沙特指數，涵蓋能源、銀行與原材料等沙特大型上市企業。另一隻係3478中銀香港沙特伊斯蘭國債 ETF， 主要係投資沙特政府債券。簡單嚟講，買2830係博沙特企業盈利同經濟增長， ETF 表現受油價同中東經濟影響。3478就以債息收入為主，2026年3月底股息率大約2.28%，平均債券評級係 A 級。從資產配置角度嚟講，沙特 ETF 通常唔會係核心持倉，適合用嚟做策略性配置，幫組合增加中東同能源相關嘅資產。港人只需透過一般港股證券戶口，好似富途、老虎證券就可以直接喺港股時段買入沙特 ETF。不過記住，沙特股市集中度較高，油價同利率風險等因素都要自己去衡量。